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公视第几台8月22日早起新闻，我是朱永晓。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台南铁路地下化的工程。即马阁剩2户唔搬厝，也未拆厝，抗争的学生守伫现场，唔愿离开。警方昨去赶人，用塑大架20个学生绑起来，现场有1个人受伤。警方也要依法函送厝主黄春香甲姓李的学生代表。 伫咧21暗7点外，要甲30位学生伫咧南铁地下化工程北区听到现场集会，因为批砍伫咧位立顶的铁管网想要爬入去，互警方挡来。学生代表甲工程人员开始对话，要求看铁工局的计划书，若无面皮歪摕来。验过铁工局的人员讲，有立委已经发文，会依照程序互立委。这个时阵，现场开始乱起来。 这个我没有办法，骗子，我只能保护你们没有权利不让他离开，你们没有权利。警方伫咧暗时10点开始，四面对抗争的学生夜排警告，验过真多学生无愿意离开。警方伫咧现场用塑弹将20位学生管束，就员警伫咧过程中手刺伤。我们为了保护现场的施工的 人员的安全以及他的施工能够进行正常的进行，还有学生我们希望不要让学生受伤，所以我们采取警力来强制来驱离。警方伫22透早解除对学生的管束，互因离开。市警第5分局会检举相关事情，依照违反集会游行法，函送厝主黄春香甲姓李的学生代表。记者综合报道。 咱来看昨第32届的金曲奖，昨项是伫台北的流行音乐中心举行。今年华语的歌王甲歌后是两宝蛋宝、杜振熙和田馥甄摕到；台语的歌王甲歌后是柯富凯和泽雅文得到。另外，因为防疫的关系，现场是无开放观众入场。 伫去年金曲奖摕大奖的阿宝，用舞呈现华丽大秀，为第32届金曲奖做爆发力十足的开场。伫第5歌王甲歌后部分，33岁柯富凯进行冠军6遍，这遍总算得到第5歌王。曾雅文是伫咧让4年了，搁再得到歌后。谢谢我的歌迷一直陪伴我，我会一直在这个路上努力，请你们跟紧。安鸟伟。 我等这一刻等了7年。保护歌王歌后分别是蛋宝杜振熙甲田馥甄摕到，蛋宝甲奖献予台湾的嘻哈，讲家己无想讲会摕奖。因为田馥甄出道19年第一遍摕到歌后，伊讲麦克就是所发心情的树坑。祝福每一个人，你们都有自己困难的地方，希望你们也可以找到属于你们的树洞，身心安适，一切都好。 这是蛋宝，也叫软嘴唇，签一个就要传绯闻。本名叫做杜振熙 ，A.K.A 任性的人，谢谢。这届金曲奖因为防疫，名气入场进前伫咧行红地毯，自原本的70公尺缩短成对45公尺，创史上上短红地毯的纪录。又讲一个互人惊喜的焦点，就是自东京奥运转来，中华队选手郭幸存甲杨永伟也来到现场。记者综合报道。 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受到奥麦斯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东北部会落雨，沿海的风影也会较大。咱来看分图，今仔日是中原也是轻度风台奥麦斯上挖近台湾的时阵，伊未来会通过琉球西边的海面，刷向日本甲南韩，对台湾影响无大。今仔日受到外围水汽的影响，东北部部分的地区会落雨，西半部是侪云好天，过昼会落雷公雨。 也若各地山区咧，也是真有可能变大雨。到甲明仔载，风台就愈走愈远，原来有水汽。毋过东南部会落底渐雨，西半部也是侪云好天，过昼落雷公雨的天气。拜二到拜五，因为太平洋高压的关系，佫会当作是烧热落西北雨的天气。咱佫来看即个海巡署伫19查到一只走私的鱼船，内底载154只品种高贵的猫仔。 价值是超过1000万。风检局表示讲，因为这走私的猫仔可能有传染病，
依法伫昨下晡已经全部安乐死，互人真唔甘。海巡等单位接到线报，19伫咧台南安平外海掠到这只走私渔船，因为疫情期间，所以等船长甲船员送便采检阴性了，搜查人员才入去船舱搜查。无想到讲，伫涂骹看到真侪猫人啊！62笼，笼的携带箱，每笼分装2只、6只，大小不等的名贵猫，数量近200只。笼内面有缅因猫、英国短毛猫、美国短毛猫等各种的名贵的猫，讲起来市面的计价差不多1000万，是最近几年数量上最猫的走私案。依照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这款猫爱安乐死。担心有狂犬病等传染病的问题，所以这些动物到时候都会进行人道处理。虽然动保团体声明希望开放民众联享，不过防疫局高雄分局讲。走私的动物无经过正常的防疫程序，而且来源不明，恐然有不明的疾病，造成防疫的冷碰。依照相关规定，154只猫已经伫咧2月下昼完成人道安乐死的程序。总统蔡英文是发文讲，伫咧防疫规范下，不得不甲走私动物安乐死的结果，互人心内真艰苦，一定要透过修法，伫严格防疫的前提下，互执法单位会当就个案的执行，更加符合人道的精神。和制度更加周全。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嘉义有一个生理人，伊伫美国泰达币的公司开一个线顶的口座，伫内底欠价值新台票8600万的泰达币。不过中个月煞发现互人偷领，虽然有紧急冻结部分的资金，不过原来有共买1300万的泰达币互偷领去。所得来是联合报。Greenland 上悬的山峰，照理讲应该要落雪，不过伫8月14煞是落雨，这是自有记录以来头一届发生，而且竟然阁落70亿吨的雨水，雨落雪的过长工铺伫海面的冰扬起的量是往年的7倍。落尾是中国时报，国际即马土团的计数起价170块美金，咱台湾10月份的电钱恐惊也着起3%到5%。政府考虑到疫情是按算先卖起价，不过原来伫评估了后，伫9月份来决定。讲到这疫情，咱国内昨加2个本土病例，疫情是有较稳定啊。不过指挥中心是唔敢大意，因即摆就宣布讲，预计警戒要延长到9月初6。室内本地限制50个人，即摆也放零到80个人，室外通到300个人。另外也开放大做伙厝内人，伫餐厅食食的时阵，唔免采隔板，也唔免让位坐。国内本土疫情较例继续维持个位数确诊，2日新增加2例本土病例，拢伫新北市。另外有8人境外移入的个案，新增加1名确诊者死亡。未来2礼拜维持2级的警戒到9月初6。放松的部分包含带到店的人到餐厅食饭，应免用隔板，无受每回数的限制。另外，加护病房、安宁病房、甲儿童病房，患者住院7天以上，会有条件开放探病。在集会部分，搁再放宽人数上限，室内是温存80人，室外是300人。海钓场、蒲唱水的这所在，若是符合防疫规范，会使来开放。因为疫情较例，指挥中心也宣布重新启动境外生专案入境的作业。入境之前，我们会先由学校把名册透过教育部转给各个驻外管处，那这样子学生就可以跟驻外管处来申请签证。那学生取得了签证之后呢，他订妥了班机，确定了集中检疫的场所，就可以透过学校向教育部来线上申请入境许可。另外，因应北流一民众由关岛登记北流验出2例阳性确诊，指挥中心也宣布，台湾旅客对北流回国了后，虽然维持5天加9天的自主健康管理，不过要在第5天加第12天2摆来 PCR 检测。指挥中心讲，北流确诊者的卡列甲台湾的旅客并无重他。我们有清查了相关的一些足迹跟接触，基本上跟我们的旅游团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接触的。那在机场也没有接触，因为他那个是8月15号，大概入境帛琉。我们上次8月14号，我们到，在他之前到，然后在下一批我们到的时间是8月18。
另外，进前有部落客伫社群的平台分享，家己注射新冠疫苗了后出现肺结的治疗情形。对此，指挥中心讲，注疫苗了后，肺结包含侵占静脉脱掉咧，遵守着34层通报。另外，使用时序脱掉咧，通报32件。咱国这2种不良事件的通报情形，拢无比背景的误记打较悬，无排除是注射人数甲观测时间较短关系，所以也无明确的结论。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目前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的本土病例是增加2例，台湾的本土病例数计共有14496例。咱来看各县市病例人数。伫目前台湾病例数超过4000例，有新北6865例，台北是4849例，超过200例有桃园793例，苗栗是549例，嘉南有316例，中华有274例，台中207例。另外，阁增加1个死亡的个案。这个统计资料是疾管署上新的数字。新北昨阁加2例，台北市无增加确诊。指挥中心今仔日也评估讲，双北港会当降做中度的风险区。不过，即马中央已经先开放带做伙人伫餐厅食饭，唔免采这个假帮。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表示讲，这是无好实施，会先维持管制。台北市长郭文地是表示，中央得爱紧推动疫苗的号召。互餐厅会当根据注射的情形来去分配这个座位。新北市里新增加2例本土的确诊，分别是邦桥1例、新增1例。感染源调查单位有2个人。市长侯友宜指出，邦桥确诊的这女性个案19伫台北接受健康检查，安排采检确诊，CT 值36，因讲无传播力。另外一名新增确诊的男性个案，16身体无爽快到病院采检确诊，CT 值是20。我们有采检出来，他的父亲 PCR 是阳性，那父亲的 PCR 阳性比较高，大概已经达到34，所以我们怀疑感染源应该从父亲。9月即要开学啊！新北市宣布，教职人员开学了后，若是还未注射疫苗，也是注射14天产生保护力进前，每7天会安排快速检查，也是 PCR 检查。台北市里也是无新增加本土的确诊，并且2礼拜内底出现3摆加零。市府宣布立时解除曲棍球、体操、定球、合球、野球练、街路跳舞6大体育活动禁令，也开放游泳池的用具，也有吹风机。要先讲好哦。有风吹草动，可能随时都要退回去。双北已经确立疫情指挥中心日的开会评估，是不是调降双北是中度的风险区？对着中央这个放松，餐厅会使内用甲厝内底人斗阵食饭的限制。侯友宜讲地方这片有困难。台北市长郭文铁是讲，赶紧来推动疫苗的号召。为了阻止Delta病毒入侵，侯友宜希望中央爱重新检讨代表旅游泡泡境外管制。郭文铁拍算编28亿预算，由台北市府家己买250万第3剂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是真欠疫苗，大家拢咧关注讲，这个 BNT 疫苗敢通伫中秋进前送来台湾。咱国驻德国的代表贾志伟就讲，德国的官员表示有正面的发展。原来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伊今仔日会对欧洲回来。针对这个疫苗的进度，伊也强调讲已经尽全力。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讲，高端疫苗佮开放，予20万人来预约，伫8月27就通开始注射。BNT 疫苗传出有希望伫中秋节进前运到台湾。驻德代表贾志伟伊伫面册透露，德国某重要部会官员解讲 ，BNT 将会予台湾的进度有真正面的发展。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8月前往欧洲旅行，鸿介头是亲自去催会，真受关注。英联基金会表示，郭台铭结束欧洲行程，有计22暗回来台湾。即摆兼顾公司行程，郭台铭尽力啊。关系疫苗的进展，尊重指挥中心说明。基金会都已经把相关的资讯告知政府单位，无论是时间表或者是进一步有利于大众的决策，目前我们尊重指挥中心的说明。BNT 也一直在进行中，然后我们希望能够比较快能够跟大家报告。对疫苗到台湾的时间，台市长回应有关计调，也毋过态度乐观。另外，国内高端疫苗23开始做，已经有超过59万人预约登记。因应后续可能有真侪配高端疫苗完成检验风险，指挥中心宣布增加开放预约，大约有20万人会当做。大概是20万人哈，那打的时间是比较晚，是8月27号到8月29号。
符合主疫苗对象是16、14岁以后新登记，也是加选意愿登记是高端疫苗民众。23开放预约，27开始做。副总统赖清德有假伫这波加开名单中。另外，总统蔡英文将伫23到预约做疫苗场所注射，甲一般民众同款，未使用特权。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高雄桃园的明北克洛桥，和大水枪断去了后，当地有3个里的里民已经调伫山区要3礼拜。公路总局昨开放这个南怀公路梅山往台东的路段，让居民会当去买物资、运送农产品。另外，临时便当按算伫8月29进前，就会当通行。老虎南部落居民组织做伙处理临时为台东运来猪仔，居民受困桃园山区活3礼拜，总算会当食到新鲜的猪肉。公路总局20起连2天分梯次开放南怀公路梅山口往台东向阳路段民众塞车出去买物件，也不过有希望便当赶紧疏通。相关单位的协助，让我们可以下山采买。最大的希望呢，就是希望道路能尽快抢通。一台货车21透早就来到梅山口，准备外出买物件。进前因为无便当，沿道运送山野农民，这几天赶紧抢上伫6个前采收，准备为台东运出去卖。因为山区天气无稳定，南怀公路往台东向阳路段，这几天由原不是有落石，也是土沙水，所以禁止通行。公路总局提醒居民，一定注意回程时间甲天气，唔通硬要通过。公路总局表示，明北克洛桥便当的抢修已经完成500公尺，预计会伫25至29完成。伫便当抢通前，南怀公路往台东方向会继续开放，逐工4个时段予民众通行。记者综合报道。关心生活的消息，新竹县有一间病院设计出一种装置，会当甲疫苗抽甲正清气。这款疫苗免开5分钟，上济会使甲10人份的疫苗抽出12人份，安尼就袂浪费。咱做回来看卖。医护人员轻脚细手对台下顶悬抽出疫苗，因为数量有限，新竹这间病院设计出这个会使甲疫苗管啦抽甲更较清气的台啊。希望每一滴的疫苗拢袂拍算去。这样的话可以抽得很精准，那也不会有这种重复来来回回这种抽药的情况。所以那个台子基本上算是我们医院的发明的哈。原本一罐疫苗用1cc 的血糖，上济抽11筒，即卖配合使用这个专用的台啊。会使抽到12筒。一般的我们是用手去抽嘛，哈，一只手握住，一手这样去抽，这个2只手都不是太稳定，会抖。那我现在把一个台子，把那一瓶药可以固定在上面，那我们就可以用2只手很精准的握住那个针管来抽，那这样的话可以抽得很精准。原本估计1000筒的疫苗的量，最后在现场注了1208个人，这抽疫苗专用的台啊，减轻医护人员的工作量。互疫苗利用较大底，互更较侪人注到疫苗。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镜头搁来关心国外的疫情，Delta 病毒即马是伫全世界咧炭烧。澳洲2搁加894个病例，又搁创新高。有民众认为讲这封城根本就无效，就上街路来抗议。另外，伫美国即马当咧使用的3种疫苗，拢敢若通过紧急授权。不过，因为即马搁要加注第3档啊，美国就当咧拼讲要通过即个辉瑞疫苗完整的授权。发着要自由口号，澳洲率领居民行上街路抗议封城防疫。互因这激动的原因，是因为澳洲2日增加894个病例创下新高，互民众不满用封城来防疫根本无效。虽然政府一直呼吁莫上街路群聚示威，可能会加速防疫恐慌，也毋过其他城市有原有居民嘛上街路示威，更加警方爆发冲突，包括民众互警方逮捕。There is no time now to be selfish. It's time to think of the broader community and your families. If you are actually spreading the virus, you could be responsible for people's deaths. 对啊，澳洲、纽西兰确诊病例嘛伫增加，新的累计病例到2日已经有51例。互当局呼吁爱遵守封城令，减少甲别人见面的机会，避免疫情继续拖。
在各国为着防疫加速注射疫苗之下，感染比例是全球第3高的巴西。第2大城纽约到19为止，已经有9成以上的大人，差不多是当地7成的人口已经注射第1剂疫苗。而全球比例上侪美国真侪城市嘛开始实施，正伫餐厅、健身房，也是参加音乐会民众爱出示疫苗注射证明的措施。I think it's terrific, actually, absolutely in favor of it. My wife is a physician, so she sees a lot of COVID. She sees the spiking going on. 因为美国已经授权使用的3款疫苗，拢只有紧急使用授权，并无得到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完全授权。纽约时报报道，当局为着要实施第3剂疫苗注射 ，FDA 唔望会当伫当地第3完全授权使用辉瑞疫苗。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来看北韩，因为实施独裁政治，对史上有民众咧冒险要逃去南韩追求自由。不过，这2个国家虽然地理是真远，文化却是天差地，互北韩来的人真歹适应南韩的社会。南韩政府即马就设一个两韩文化整合中心，要互南北韩的民众互相交流，也帮助这逃来的人会当进入南韩的社会。教室内面听到琴声，老师伫咧指导学员弹手风琴。伫首尔的两韩文化整合中心是南韩政府去年成立的机构，用来帮助对北韩来的脱北者更加有法度融入南韩的社会，同时超前部署，评估未来若南北韩统一，双方伫咧文化上要安怎整合。 웃고 대화하면서 서로 얘기들 이제 실시간에 나눠요. 너네 어떻게 살았니? 뭐 우리 부모도 뭐 북한 사람이다 뭐 이러면서 그런 대화들도 이제 오가고 너무 분위기가 좋으니까. 刘芳淑2015年脱北成功走来南韩，伊囡仔时阵的梦想就是手风琴的演奏家，兼顾心内放袂来是留伫咧北韩的家人甲朋友。 사람이 행복이라는 게 북한에서 살 때는 잘 사는 게 행복한 줄 알았어요. 근데 여기 와서 보니까 행복이라는 게 내가 정말 보고 싶은 사람들. 그것 자체가 아픔이실까봐 북한 얘기보다는 그냥 지금 현재 살고 있는 상황에 대한 얘기를 그냥 일상적으로 나누게 될 것 같아요. 两韩伫咧最近统一的希望真水，双方这几年并无针对统一做过有意义的对话。 一方面，北韩的政治情势一个正稳；另外，真侪南韩人亲像是手工艺老师朴胜熙就认为，就算要统一，也要一步一步慢慢来，无希望扰乱即马南韩已经建立的秩序。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来看希腊有一只流浪的猫仔，因为意外敢若剩一支脚尔，经过这个医生用心看顾，这只猫仔阁有斗一款高科技的假脚。 咱来看这只猫仔斗起来了后，骹手偌美丽。流浪猫博修斯行着路拢有咳咳咳的声音。去年伊毋知拄着啥物意外，失去3支脚，好佳在迄当阵紧急送去老二三一间兽医院急救。兽医师苏贝亚毋但是甲伊的命救大，也阁替伊装上新的高科技的假脚。博修斯即马行着路，看起来甲一般的猫拢差不多。 Μέσα στα πρώτα 10 δευτερόλεπτα, 15 δευτερόλεπτα, νομίζω ότι έδειξε σαν να τα έχει από πάντα. Δηλαδή, περπάτησε κατευθείαν, χωρίς κανένα πρόβλημα, προσαρμόστηκε πολύ άμεσα. 苏菲亚讲，博修斯可能是火车弄到，或者是走入去一个胖的汽车引擎内面，经过3遍的疗伤的手术，加4遍的装假脚的手术。 过程真长，阁真辛苦。伊甲白龙水特别工程师团队合作，用博修斯的寸草做一个专属伊的钛金属假脚，阁用3D 打印技术做塑胶脚料。Και υπήρχε και ο φόβος του πώς θα αντιδράσει ο ίδιος. Θα το θέλει, θα το δαγκώνει, θα τον ενοχλεί. Είναι μαγικό το ότι πραγματικά πήγαν όλα κατευχήν. 苏菲亚有收到真侪想要领养博修斯的请求，不过伊真调度。 因为博修斯已经适应受医诊所的生活，而且装假脚了，也阁会定期换料啊等即款特殊的照顾。也毋知影博修斯敢想要离开，可能苏菲亚无讲的是，伊家己也毋甘。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提醒观众朋友，今仔日受到奥麦斯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东半部会落雨，西半部是多云好天，贵岛落雷公雨的天气。
各地山区也是真有可能变大雨，沿海就要注意风影会较大。咱来看各地头天气的资料。北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中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5度到32度。华岛地区是26度到3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朱永晓，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